試咪。主席、評判、有分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啱啱聽到主席話，哇，要4分鐘發言，當堂嚇咗一跳，因為我準備咗咁耐試咪稿，爭啲冇得講。咁我而家就即刻講我準備咗1分鐘嘅試咪稿係啲乜嘢。咁喺度咧，冇錯。喺 iDebate 面前嘅你咧，冇錯，我就係舊年嘅正方主辯少啦。今年咧好不幸，亦都好彩地咧，我又企翻喺大家面前啦。咁好遺憾咧，呢次係我最後一次打呢個 AI 嘅辯論比賽，亦都係我人生裏邊嘅最後一次決賽啦。喺度除咗多謝5位評判百忙之中陪做出席，多謝 AIA， 多謝賽會，多謝華英中學，好讓我哋可以喺呢個辯論場上咧，可以做一個咁精彩嘅辯論。更加要多謝教練，衷心地多謝教練 JL。喺我中一嘅時候執咗一個成個弱智仔，讀稿又唔識，口齒不清，執翻嚟唔知做乜嘢嘅辯論員，執咗翻嚟啦。希望我今日可以用行動證明你睇，你冇揀錯人，你冇揀錯人。多謝各位。跟住發言嘅順序，而家會有請反方主辯試咪。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咧，謹代表華英中學感謝台下嘅5位評判抽我哋做評分嘅工作，亦都好感謝賽會為我哋準備咗會展呢個咁宏偉嘅場地俾我哋嘅比賽。當然啦，亦都要多謝 AIA 為我哋搞咗今次嘅挑戰杯。如果唔係，今日我哋都冇辦法企喺呢個台上面。企喺呢個台上面咧，我突然之間諗翻起我自己第一次打比賽嘅時候嗰個情景。當時咧4個都係新人，個個驚到面青口唇白，咁就俾帶我哋隊嘅教練同埋師兄笑我哋啦。我哋做咩打場比賽驚到好似打決賽咁嘅？當時咧就覺得好不忿，心諗又唔係你打，你梗係唔知啦。但係點知其實今日企到上嚟先發覺，原來決賽嗰種緊張咧，真係唔可以同任何一場比賽去比較。今日企到上嚟咧，好想借呢個台板感謝幾班一路好支持我嘅人啦。首先我自己屋企人啦，佢哋今日專程嚟咗睇我比賽。成日聽啲辯論員講話爸爸媽媽唔俾佢打辯論，但係我好慶幸我有一對好好嘅父母，佢哋好支持我打辯論。每一晚都支持住我打稿，就算佢哋要瞓覺，佢哋都會同我講句過嚟隔離房揾我啦，我會喺嗰度等你㗎。好多謝你一直無條件嘅支持。跟住要多謝嘅咧係華英中辯隊，我哋好慶幸有一班好錫我哋嘅師兄師姐，台下有好支持我哋嘅同學老師，亦都有2位好錫我哋嘅教練。今年我哋辯論隊咧或者都受咗好大嘅挫折啦，好多冠軍我哋失落咗。準備今次決賽嘅時候，其實都諗翻好多呢啲嘅片段，都感到好唔開心。但係望翻轉頭，其實好感激上天安排咗呢班人喺我身邊。當我要喊嘅時候，有佢哋攬住一齊喊。佢哋擰翻轉頭同大家講：今次唔得，仲有下一次。如果冇咗佢哋，我相信我今日冇能力，亦都冇勇氣再企喺呢個台上邊同大家喺度講嘢。最要多謝嘅咧係我哋嘅教練啦。我個人咧好驚青嘅，成日同佢講好驚，我唔想打啦。就算到頭先我都仲係講緊呢一句。好多謝你哋一路都冇放棄過我，冇喺我講話好驚想走嘅時候咧，真係俾我走咗去。將我當初有一個講兩句説話都驚到手騰腳震，到而家夠膽企喺呢度同大家打場辯論比賽。好多謝你一直對我嘅堅持啦。雖然到呢一刻我都仲好想同你講，我真係好驚，好想落翻台。但係你成日同我講話係時候啦，要大個女啦，我知㗎啦。今日嚟到呢度，我就要打得漂漂亮亮先至落翻台。多謝各位。而家有請正方一副試咪。試咪。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啦，好開心同埋好榮幸能夠再次踏上 AIA 決賽嘅台板。我記得舊年份試咪稿，我話自己好緊張，而最終我份試咪稿嘅內容打完場決賽之後，俾我嘅隊友笑足成年，笑到今朝都仲笑緊。而冇錯，今次又嚟到一個更加大嘅會展嘅舞台。的確，我係好緊張，但我最大嘅感受係好開心、好期待同好興奮。因為今次係我最後一次打辯論比賽，我要做嘅唔係執着於勝或者負，因為我要珍惜最後一次同我隊友合作機會，珍惜最後屬於我3分鐘嘅發言舞台。多謝各位。而有請反方一副試咪。
大家好，我叫金明芝。因為打 AIA 嘅比賽咧，我多咗個花名，我叫強積金。係咪講下笑啫？即係舒緩下大家好緊張嘅氣氛。如果回想起上一次喺會展度打比賽咧，應該係2年前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就話過我係我個隊入邊咧最細嘅隊員。點知今日咧再喺會展打比賽，我已經變成咗個隊入邊最大嘅一位辯員啦。咁作為一個中5辯員，咁佢哋都係中4嘅啫。因為我唔知我仲有冇機會，仲有冇比賽打，甚至係唔知會唔會再有機會上到決賽台板，所以我都好想借呢個機會多謝一啲人，咁煩請各位等一等啦。咁首先我想多謝嘅就係父母啦，同埋屋企人啦。咁就係好多謝你哋今日都嚟睇比賽啦。雖然你哋曾經有反對過我打辯論啦，不過好慶幸嘅，你哋後來都俾我繼續走落去啦。咁好多謝你哋。跟住就好想多謝賴取賢教練啦，因為如果唔係遇到佢咧，我都唔會打辯論啦。咁好感激你揾咗我呢個潛能出嚟啦，同埋都好多謝陳皮你一直陪住我哋打啦。跟住好多謝今日嚟睇比賽嘅華英嘅同學啦，或者唔係華英嘅朋友啦。我好中意玩辯論，咁我覺得你哋嚟睇我呢個咁專業活動，可以同你分享。好開心你哋可以嚟到，所以其實雖然我而家喊緊啦，但係其實我心入邊就非常非常之開心嘅。今日知道呢場比賽遇着有方同學都係非常之強勁嘅對手啦，咁又係上年冠軍，跟住大家揭開場刊又見到係咩青訓總監喎，咁我頭先喺預備室嗰度見一見咧都嚇一嚇嘅，咁但係今日縱使無論面對幾多困難啦，咁我都相信我哋都會越強越強嘅，咁希望今日大家見到嘅係一場好精彩嘅辯論比賽，多謝各位。大家好啦，其實咧青訓總監今日就唔喺台上，咁我咧都唔係一個隊長，唔係副隊長，咁我只係一個賽務總監啦，更加低級少少。咁我坐喺個台上啦，咁所以唔夠有方頭嘅一附近個經驗啦。雖然我都冇乜太大感動，不過咧我聽到我方主辯佢話佢係一個弱智仔，但係心諗如果佢都係一個弱智仔，咁我係咩咧？我上年俾教練執翻嚟，我都覺得好有慶幸有一個機會執到呢個更加弱智嘅弱智仔翻嚟啦。你好放心咁俾我上年啱啱執翻嘅時候就打決賽，雖然好不幸咁我輸咗啦，但係結果我都覺得學到好多嘢。咁我諗呢個試咪稿嘅時候咧，咁我琴日就問我個師兄啦，佢話我試咪稿應該講咩？佢話如果佢諗唔到嘅話，就多謝佢；如果多謝佢嘅話，佢會起身鞠躬。咁我而家就多謝啦，黃立謙你起身啦。其實我真係好衷心多謝你呢位師兄嘅師傅，教我由上年開始啦，教我打比賽，到我今日終於可以企喺度，我覺得我一定要企喺呢個裏面多謝你，因為我上年我唔記得咗多謝你，我真係覺得好抱歉，所以我今日會喺呢度補翻個多謝你，多謝黃立謙。而家請反方二副試咪。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頭先咧聽過咁多位辯員一番感謝説話，咁我嚟緊咧試咪環節都係用嚟多謝人嘅。咁我希望咧我唔好俾我嘅感性咧令到我講唔到嘢或者喊啦。咁我好希望咧藉住呢個機會，首先多謝嘅咧係我父母同埋我爸爸。我上一次決賽咧，你哋着住藍色嘅裝束，3個都藍色咁樣去睇我比賽。咁好彩今日你哋冇，但係我都要好多謝你哋嚟支持我啦。喺我要辯論要開會或者翻到屋企嘅時候食飯嘅時候都體諒我。咁第二個要多謝嘅咧，當然係我辯論隊嘅教練同埋助教賴出賢老師同埋陳啟康先生啦。我知道咧喺辯論隊咧咁多位隊員裏邊咧，我根本唔係一個好亮眼嘅我冇喊嘅。咁好多謝你哋啦！就算我打副辯咧，
咧冇乜即時反應啊，做唔到你哋所講推進啊，包裝演繹唔夠好，演繹唔夠自然，你哋都一直俾好多機會我。呢一年咧我都好有即係好慶幸啦，踏足過唔同比賽嘅台階，更加係今日踏足到決賽呢個舞台，所以真係好多謝你哋。咁最後咧，我要多謝咧，梗係我台上面3位嘅隊友。我知道咧，佢哋比賽之前咧，成日都話好緊張，好緊張。都知道華英中學今年踏足過好多唔同嘅決賽，但係次次都同冠軍失諸交臂啦。但係我想知道，我想同你哋講嘅係，你哋3個喺我心目中都係一個好好嘅邊緣。無論今日比賽如何，我哋中間準備有個過程，都唔會因為攞到冠軍而多咗，或者攞亞軍而少咗嘅時候。所以希望今日我哋唔好帶住包袱，好好享受決賽呢個舞台。多謝各位。而家請正方3號試咪。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啦，咁我就唔會認自己係弱智仔嘅，咁我係啊，咁識我哋辯論隊嘅人咧，可能成日都會話咧，我同小倫一齊咧，好似會特別有化學作用咁，因為我同小倫一隊多數打嘅成績都會比較好嘅。咁其實我記得嘅就唔係我同小倫一齊到底打嘅成績有幾好，我反而記得嘅係，譬如上年打 AIA 咁樣，我喺黃樂謙屋企，即係前隊長屋企幾大咁用一個巨型蘿蔔波佢個頭啦。我諗起嘅可能係我點樣每次開會都逼我嘅一副落去拎外賣啦。諗起嘅係可能我點樣成日都逼我二副聽林宥嘉嘅歌啦。咁林宥嘉真係一個好歌手嚟嘅宣傳人。其實所謂嘅化學作用其實只不過係隊員之間一份感情，而呢份感情其實我喺講話中辯隊 AGM 講過，一隊辯論隊如果隊員之間冇感情，呢隊辯論隊係冇可能攞到成功。而確實因為呢一份感情，我哋再一次企喺 AIA 嘅決賽板台上邊，喺台下我哋可能成日都會話希望聽到嚟到嘅觀眾嘅掌聲，但係仲有一個專業嘅辯論員喺台上有冇士巴拿唔係重點，重點係我哋喺台上要全力爭取勝利。而今日我哋要爭取勝利嘅時候，我最希望嘅係第一樣嘢，我哋可以打出一場高質素嘅辯論比賽。第二樣事情，華英中學辯員唔好拎出你嘅實力，唔好拎出你嘅實力。多謝各位。最後我哋有請反方3號試咪。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啦，嚟到咧 AIA 嘅決賽舞台啦。其實諗翻起咧，過往呢一年咧，唔知點解我咁巧打親嘅決賽打親嘅杯賽咧，多啲比較艱辛啦、比較挑戰性嘅辯題，就好似打完聯經咁樣，打完世界各地啦，以為嚟 AIA 打翻香港好似好啲啦，原來點知咧都同我哋深入咁探究一下究竟退休保障制度係點樣。咁無論辯題係深定係淺啦，其實咧今年的確係令我學到好多嘢。咁亦都要咧多謝我台下教練啦、陳皮先生啦同埋賴春賢先生啦，因為咧佢哋令我知道咧原來踏上決賽舞台嗰刻咧，先知道教練係有幾咁重要。諗翻起咧上個禮拜嘅聯經決賽啦，當我咧俾人邀請上台嘅時候嘅話，跟住咧我就好緊張啦，即係熬到喊出嚟。跟住點知咧我諗住回望一下我教練，叫佢俾啲鼓勵嘅眼神我啦。點知咁啱咧，佢又掛住同人傾偈喎，佢一直望住佢啦，佢都一直冇回應。咁咧，希望你今日咧真係可以俾翻啲鼓勵嘅眼神我，而希望你依家咧都可以打得開心啲，我依家咧都會俾翻啲鼓勵嘅眼神你嘅，多謝各位。試咪嘅環節結束，我哋而家將會正式開始比賽。先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示意。試咪。主席、評判、有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2000年10月1日，香港政府正式實行強積金制度，為市民提供退休保障。可惜時至今日，強積金運行10多年之後，管理費高昂同回報率過低，依然為人詬病。香港政府係咪時候停一停，分析一下強積金應走之路呢？強積金制度發展嘅原意同埋最終目標就係保障市民嘅退休生活，透過降低管理費同提升行業質素，令到回報變得最大。
然而，強積金管理費依然高昂。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雷斯科特指出，香港1.74%嘅管理費係唔合理。以澳洲同美國為例，管理費分別係1.2同0.8個百分比。呢啲少少嘅管理費對於將來回報有莫大影響。根據積金局嘅數字顯示，1%嘅管理費會令到將來回報減少23%，甚至3%嘅管理費會令到將來回報減少50%。所以，若果要朝咗一個有利強積金制度嘅方向發展，強積金必須降低管理費。因此，我方倡議成立公共受託人，並由金管局擔任，以非牟利嘅形式提供簡單低收費基金，帶嚟良性競爭，最終降低管理費。喺經驗方面咧，金管局管理外匯基金有20多年嘅經驗，平均每年回報有5.6個百分比，並長時間穩定管理基金。喺資金方面咧，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11條，私人受託人需要擁有嘅係1.5億嘅資金同10億資金作為成立補償基金之用。喺港府坐擁649億嘅財政盈餘情況之下，公共受託人所需要嘅資金只係財政盈餘嘅一小部分，港府理應肩負起退休保障嘅責任。成立公共受託人喺基金收費同行業質素兩方面都有利強積金嘅發展。第一，從收費方面，公共受託人為一個非牟利機構，佢能夠節省收費入面嘅利潤部分，提供收費較低嘅基金，最終引發良性競爭，令到整體收費下降。例如澳洲市面上嘅零售基金管理費都係比較高，係1.5個百分比。喺推出管理費0.7%由非牟利機構成立嘅行業基金之後，其他私人公司紛紛推出低收費嘅基金，例如大公司嘅 AMP Flexible Super Core N4澳洲政府亦都將會推出一隻低收費基金 MySuper 以降低管理費。根據澳洲政府統計部預算，呢項措施能夠令到每年嘅管理費降低0.4個百分比，每年節省27億嘅開支。因此，成立公共受託人有助於管理費嘅下降，有利強積金嘅發展。第二，從行業質素方面，倘若私人受託人佢冇減費空間，佢哋可以透過提升行業質素以吸引僱員。根據英國市場調查公司 Platform 發現咧，英國大公司喺公共受託人推出之後，提出更高水準嘅服務以吸引僱員。例如澳洲私人市場上嘅零售基金咧，為僱員提供嘅專業投資建議次數，更加增加至比公共受託人多2倍，以保持競爭力。最終整體行業嘅質素得以提升，有利強積金嘅制度發展。總括而言，正如英國公共受託人行政總裁所講，今日成立一個公共受託人並非要提供一隻極低收費或者極高質素嘅基金以壟斷市場。政府今日要做嘅咧，係要推出一隻基金，以解決現時管理費過高同回報率過低嘅問題。例如上述嘅澳洲公共受託人有嘅只係2成嘅市場佔有率，但已經能夠足夠帶嚟上述所講整體收費下降，帶嚟行業質素提升嘅效果，亦都正正係成立公共受託人有利於強積金制度嘅地方。最後想問有同學，強積金收費高昂係咪一個問題？如果係嘅話，成立一個非牟利嘅受託人能唔能夠幫助到強積金做到其原意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6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當初設立強積金制度嘅原意，有分同學頭先交代咗，但係似乎漏咗啲嘢喎。今日強積金嘅原意係希望政府能夠擔任一個監管嘅角色，引入全面嘅市場競爭，最終達至有住多元化同埋合理收費水平嘅產品俾市民去選擇。因此，今日討論公共受託人嘅時候，理應分析一下公共受託人係咪可以更有效咁發揮到現有嘅市場機制，從而達到以上嘅目標。但係遺憾嘅係，有個今日嘅主辯從來都冇同我哋講過，究竟公共受託人如何可以優化到現有嘅市場機制。
嗱，我哋不妨從兩方面分析一下有同學嘅盲點啦。第一，未有透徹理解現有制度問題。咁我今日同我哋講話加入公共社團咧，行政費就必然下降㗎啦。但係問題係，今日我哋見到香港現時營運緊嘅受託人已經有15間，本身已經要透過唔同嘅服務質素同埋收費進行一啲激烈嘅競爭，亦都因為咁，受託人本身嘅收費根本就唔高。根據安永諮詢服務有限公司2012年嘅行政成本研究報告指出，強積金平均1.74%嘅行政費其實由3部分組成，包括0.59%嘅投資管理費、0.75%嘅行政成本，而喺剩翻嘅0.4%入邊，受託人嘅利潤原來淨係得0.09%至0.15%。唔通今日賺緊0.09%嘅受託人利潤都叫做過高嘅收費咩？而今日香港強積金收費之所以咁高，我方都承認係個問題啊，但係根本就唔係因為受託人部分嘅利潤，而係因為嗰0.75%嘅行政成本啊嘛。呢部分嘅成本係因為香港現時未有一個統一嘅電子平台，轉換受託人嘅時候，大量嘅文書處理令到個成本非常之高。咁請問今日你加入一個公共受託人，又如何節省呢方面嘅成本呢？第二，公共受託人難以經營，得不償失。嗱，今日公共受託人咧，唔單止唔係對症下藥㗎。強行設立仲會帶嚟一大堆嘅反效果。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表示，由於公共受託人缺乏人才同埋經驗，根本就冇可能同市場上面有豐富經驗嘅例如匯豐啊或者今日 AI 等等嘅受託人去相比，亦都無力同市場上面發展成熟嘅公司去爭取市場。當今日呢個冇足夠人揀嘅受託人冇辦法同佢分攤到成本嘅時候，咁仲如何做到低收費呢？最終只會做到入不敷支。咁我今日同我哋講話積金局做，但係原來今日本身提出要設立公共受託人嘅政府喺提出之後嘅1個月都同我哋講咗話要反對設立啦。咁我請問你今日設立嘅可能性喺邊度呢？而更重要嘅係，咁我今日同我哋講話呢個係高質素嘅選擇，但係今日呢個公共受託人當佢冇足夠嘅經驗同埋人才，而佢係掌握住市民嘅退休金，幫你去選擇一個投資經紀嘅時候，投資經紀根據我哋嘅選擇調配唔同嘅基金比例買出買入，若然佢今日有乜嘢差錯，或者揀咗一個唔好嘅投資經紀，市民累算權益嘅損失分分鐘俾你減完嗰0.09%嚟得仲要之嚴重。如果今日你夾硬要設立一個唔一定平，仲要質素低嘅公共受託人，究竟所謂乜嘢呢？但係我哋要真正優化個機制，我哋應該諗下嘅點樣發揮到現時強積金嘅市場機制。因此，今日我方提議嘅係盡快推行全自由行，引入全面嘅競爭。嗱，另一方面，針對住最大部分嘅0.75%嘅成本，我哋應該設立嘅係一個中央嘅電子平台，進一步令到個行政程序簡化，優化現時嘅強積金制度。所以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啦，當今日市場上邊已經有足夠嘅競爭者，而且今日受託人嘅利潤係咁低嘅時候，你再加入一個受託人嘅減價空間，究竟喺邊度呢？而更重要嘅係，今日呢個低收費而又有質素保證嘅受託人，究竟從何而嚟呢？多謝各位。反方這邊發言時間為3分51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一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示威！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在各位不妨睇翻條辯題，跟辯題講嘅利多於弊。咁有方4分鐘嘅演詞，再講咩呢？公共受託唔可能啦，可能減唔到費啦。但問題有冇睇出個弊處呢？一個都冇。可能鄭台講話呢個公共受託唔可行實，代唔代表今日唔係利多於弊呢？其實啦，今日有方都承認㗎，佢積金制度原意啦，係希望保障市民嘅退休生活。但問題聽完有方4分鐘嘅演詞，唔難發現有方有幾個嘅問題。一個問題係今日有方前提出現咗錯誤，
咁咧有方同你講話咧，現時嘅授權嘅個利潤好少啫，即係得0.09%。但係見到根據2011年強積金行政成本報告當中指出，其實現時授權嘅利潤係0.04%。有方所講嘅0.09係純利潤，而今日我哋講嘅基金收費裏面嗰0.04%係真正授權所收嘅利潤嘅時候，今日有方同我同人混淆視聽啦。再者第二樣事情，有方同你講話咧，呢個嘅公共授權唔可行，因為咧今日我哋要唔同嘅政府官員同你講話咧，會反對呢個計劃。但最後位你見到積金局主席胡紅玉同你講，原來今日公共授權係唔排除去實行嘅時候，今日我見到政府現時面對嘅問題係咩咧？強積金面對嘅問題係管理費高企，不斷蠶食緊我哋市民嘅回報嘅時候，逐漸偏離緊我哋本身強積金原意嘅時候，今日政府本身就有個責任去令到今日個制度發展繼續出向能夠保障市民嘅退休生活嘅時候，究竟係咪一個問題啦？跟住第二個問題有方範嘅咧係論點上嘅錯誤。咁咧有方同你講話咧，呢個公共授權冇足夠嘅經驗，唔能夠同一啲大嘅授權例如匯豐等去競爭，因為咧佢嘅成本會上升，因為佢冇一個足夠嘅投資人才。但最後要明白，現時強積金制度運作當中，授權人所提供、所銷售嘅基金，其實交由市面上嘅基金公司係負責投資管理。換言之，我哋見到情況上就係 AIA 旗下有5間嘅基金公司，例如 RCF、例如富達等等等等。換言之，當今日授權冇足夠嘅投資人才時候，去做嘅係同市面上嘅基金公司合作，而唔係好似有方堂咁講成本會上升。今日有方堂擔心，我哋見到金管局冇足夠人才嘅時候，但係可以同呢啲嘅公司合作，正能夠解決問題，而唔會導致所有嘅成本上升。再者，今日有方同學同你講話咧，中央電子嘅平台就能夠解決個問題。但最重要要明白，今日有方所謂嘅中央電子平台同我方所講嘅公共授權本身冇一個衝突，兩者相輔相成地同時存在。今日有方中央電子平台針對嘅係一個嘅行政成本嘅減費，但今日我方針對嘅係授權嘅利潤，希望透過競爭令到成個嘅市場降低收費同埋提升服務質素，最終令到市民嘅回報上升嘅時候，呢個係一個利處咧。或者有方一副出嚟講，究竟今日設立公共授權對強積金制度有啲乜嘢弊處？唔好同我方就係講可能性嘅問題。多謝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56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一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致意。主席、評判、有分雲在各位，大家好。今日有分台出到嚟咧，好簡單，點解要政府做咧？因為佢覺得現時收費太高。有分台證明現時收費太高咧，佢提出咗2個嘅證據㗎。第一個，佢話根據一個顧問研究報告，有0.4個百分比咧係受託人嘅利潤。但我哋睇一睇份報告先，份報告0.4個百分比入面寫得好清楚，入面係包括咗受託人嘅利潤啦，給予計劃成員嘅回贈啦，同埋與保薦人提供產品支援有關嘅保薦人費用。而當中受託人利潤嗰部分咧，只係佔0.09嘅百分比。咁0.4同0.09，有分台搞錯咗，咁唔怪之得佢覺得而家收費高啦。有分台證明第2個嘅證據咧，佢就話今日香港嘅行政費咧比美國啊、比澳洲嘅高，但我哋又睇一睇先，到底今日香港比人哋高嘅係整個嘅利潤啦，定係講緊我哋講緊就係0.75個行政費比人哋高？咁我哋今日見到我哋比人哋高嘅唔係受託人嘅利潤啦，而係行政費嘅時候，咁我哋咪應該針對住行政費做咯，咁咪做中央電子平台咯。有分台都知道，所以佢話咩咧？咁你雙管齊下就得咯。但最個位我方唔明白啦，如果本身個市場係冇問題嘅話，咁我哋就中央電子平台已經得啦。今日行公共受託人嘅需要性喺邊啦？今日有分台講得好好聽㗎，佢話利趣誘發良性競爭，但其實佢隱瞞咗現時市場上其實都已經有競爭啦。我哋見到現時受託人其實已經有15間，而受託人同受託人之間亦都充滿住競爭㗎。難道今日有分台你覺得由15間變咗16間，多咗就會多咗競爭嘅咩？我方又唔見得。而有分台你話要好好嘅產品，你話要好好嘅質素，我方見到現時市場上你要高收費嘅基金又有，你要低收費嘅基金，我哋而家都有47隻啊，產品亦都好多元化。根本而家市場冇問題嘅時候，到底有分同學你要加入呢個公共受託人
統啊、專業人才等等，金管局有冇呢？假如今日投資經理講緊嘅係佢做一個錯誤嘅選擇嘅時候，市民嘅獲利咧就會大大地減少，從而影響市民嘅累算權益。如果有方台你確保唔到呢個金管局有相同嘅專業知識嘅時候，憑咩同我哋講市民值得冒呢個險？為咗呢個減唔到嘅0.09，難道市民就要背上佢哋累算權益嘅風險咩？而再講嘅就係、今日一旦你加入咗市場之後，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所講，就會推高其他受託人嘅收費，其他人嘅收費俾你推高咗啦，咁佢哋可以點呢？佢哋又要減價同你爭，咁唯有放降低質素咯。原來有分堂講到底，佢講到底最好嘅就係咩呢？原來就係其他受託人降低質素，自己金管局質素又冇保證，咁對個市場係咪真係利多於弊呢？多謝各位。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11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二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示意。聽日分同學成本一副稿咧，聽日最多嘅字咧就係可能咩咧？可能今日就降低價格嘅話，就等於降低質素。可能今日完全冇睇外國例子。但係今在各位，我哋聽下有分同學嘅3副示威稿話咩咧？有分學3副示威稿話要睇外國例子，但係分同學有冇睇過外國例子？今日我方正正就係見到澳洲今日話例子話俾你聽咩啊？5.6%嘅管理費，但係換嚟咧質素完全冇下降過。但係分同學咧完全冇睇到呢個例子，淨係同我哋香港，連今日有分同學連搞邊個搞嘅時候都冇講清楚嘅時候，嗰個分同學所犯係兩個問題。第一，弊處冇弊，弊處冇弊；第二，就係反方案冇重疊。最評判有分同學在各位，大家好，聽清楚，方同學一副講嘢冇俾佢花言巧語呃到。嗰個方同學一副主辯出嚟第一個論點同你講咩咧？佢話今日個競爭一直存在，但係冇競爭。但係咁樣方同學一副咧個道理好好笑㗎。佢係15間受託人啊，我哋今日如果加咗間16間嘅時候，係咪競爭會大啲？咁我方可以好確定話俾你聽，係。點解啊？因為今日公共受託人提供嘅就係一個低收費基金，令到增加成個競爭，令到其他私人受託人會降低佢哋嘅價錢，或者提升質素以搶客。今日一個非常簡單嘅道理，有方同學唔明白唔緊要。咁我方就係話俾你聽，今日何謂一個自由發展？有方同學正正就係忽視咗一點。要自由發展，今日我哋要睇嘅係睇我哋今日香港唔單單只係睇管理費，我睇佢個質素。今日作為利多於弊，咁我方從來都唔係就係同你打一點，唔係就係同你講嗰個價錢如何降低。咁我方同事同你講嘅係話會透過競爭之後，私人受託人會透過提升佢哋質素嚟搶客。咁呢一點有方同學有冇正視過呢？有方同學冇睇過，佢好片面之前覺得我哋好事倍，但係今日我方完全唔係㗎。咁可唔可以移副出嚟解釋清楚，到底今日嘅弊處弊咗喺邊呢？跟住到有方同學嘅第二個弊處啦，話今日咧積金局，你話金管局做就冇問題，但係主要唔係講積金局，今日無論如何都好啦。今日我方係提議用金管局做嘅，今日方同學話咩咧？佢冇人才。但係在各位係咪冇經驗冇人才呢？今日原來金管局做開嘅，金管局提供嘅係不嬲做開嘅係有外匯基金，入面有嘅成分亦都係一啲債券基金嘅時候，今日佢不嬲都有做開關於強積金嘅事嘅時候，今日點解冇經驗冇人才？今日我方完全唔明白。再者係今日原來金管局本身係冇人才呢，完全唔係嘅。佢本身入面今日講緊話冇人才，完全有幫同學無視咗一個邏輯，就係今日金管局唔係話自己揾基金經理，係今日透過一啲基金公司去揾基金經理㗎嘛。今日譬如頭先我方一副講咗啦 ，AIA 下面都有5間嘅基金公司啦。今日就係基金公司入面揀經理嘅時候，今日方同學如果講到話，因為基金公司有問題就等於金管局嘅問題呢，我方完全唔明白。再睇反方案啦，今日我方建議雙管齊下，我唔明有方同學個問題喺邊，希望二副出嚟話俾我哋聽。今日如果我承認話可以講電子化，可以全自由行嘅時候，弊處係今日點解唔可以雙管齊呢？我完全明白，希望方同學二副出嚟話俾解釋。而今日我方正正就係見到有方其實同學都睇到一個問題，就係而家管理費過高，佢先話俾我聽要增加競爭全自由行。今日我方俾你睇得更遠、睇得更高嘅就係推行成立公共受託人，因為佢增加競爭比你哋所提嘅電子化同埋全自由行更加大。多謝各位。正方二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無超時，無需扣分。
而家請反方二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示意。主席、評判仲有各位，其實我方咧唔係否認咧公共授權可以為市場帶嚟啲乜嘢嘅利處，不過前提係你要喺一個相應嘅市場去推行，先會有相應嘅效果。咁有方同學咧，義父咧成日都話我哋唔睇外國例子，咁不如睇下有方同學提出嚟嘅澳洲例子啊！你咁樣講，澳洲有公共授權咧，就當喺香港做咧都一定有成效㗎。但係同一隻藥喺同一個身上嗰度食落，唔同人身上又會唔會有同一樣嘅效果咧？咁我哋正見到對比起澳洲、香港強積金嘅資產規模細人哋17倍咁多，而且競爭者太多嘅時候，根本就冇可能做到公共授權嘅利處。煩請有方同學今日扣緊翻現況，唔好淨係同我哋講唔同規模嘅外國例子，同我哋講就當有效，一定喺香港度做到啦。而且今日有方同學咧成日妖魔化授權㗎，今日咧佢哋話佢哋謀取暴利，但係我方已經多番強調啦，現時1.74%嘅基金開支比率裏邊，授權嘅利潤只有0.09%至到0.15%。有方同學，你係咪嫌未夠低？你係咪覺得低處未算低？你要人哋零收費咁樣幫你做，你先覺得合理呢？嗱，我方咧就唔似有方同學啦，完全不負責任，成場喺度講話高就叫授權謀取暴利。嗱，我方而家俾一條數你睇啊！今日咧，如果以4000億嘅強積金戶口供款總額乘以授權利潤0.09%，再除翻全港300萬個戶口，原來今日有方同學所講大家大我嘅受託人每個月啊，只不過係收緊我哋每一個戶口10蚊嘅時候，咁究竟所謂謀取暴利嘅論點又成唔成立呢？好啦，當今日有方同學咧都承認㗎啦，而家收費高嘅主因咧係行政費啊，不過咧我想減埋你嗰少少嘅0.09個利潤啦。但係今日我哋睇緊一個利弊比較嘅辯題，我哋就係要睇究竟你為咗嗰0.09減一個數目嘅時候，冒嘅風險值唔值得啊嘛？今日咧我方咧有方咧同我哋講喎，今日金管局咧都有做開外匯基金，但今日現時咧市場嘅基金成500隻咁多，有方同學你保唔保證到俾我睇？金管局一上手嘅時候，一定會有專業嘅人才，有足夠嘅經驗做到呢。今日我講緊授權嘅功夫咧，唔係手板眼見功夫，佢要考牌㗎，佢更加係要幫我哋市民委任投資經理啊。今日點解我哋講話委任投資經理咁重要啊？就係因為今日即使投資喺同一個地區、同一個資產組別嘅強積金產品，原來都可以因為投資經理用錯咗手法，而令到我哋回報相差天共地嘅時候，咁有乜同學確保唔到？今日你個所講嘅公共授權可以有足夠嘅經驗做到嘅時候，點解要將市民嘅強積金回報作為賭注呢？而更加重要嘅係，今日有方同學咧成場話我方假設，但係其實佢都係基於一個假設，就喺金管局做到有足夠嘅人才先有你所講嘅利處。而家更加希望有方同學今日咧作為一個正方咧，盡翻一個責任同我哋比較下一個利弊。今日為咗0.09%冇咁大風險，將市民嘅回報率擺上賭台嘅時候，仲係咪一個利多於弊嘅做法呢？多謝各位。反方二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有請正方3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先向計時。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方同學反對辯題基於3個邏輯。第一個邏輯，今日方同學認為可行性存疑，所以今日辯題唔成立。聽清楚有方同學可行性到底存疑喺邊度呢？都同我哋講金管局嘅人才不足。嗱，首先我方要澄清一樣係金管局作為公共授權人，佢所需要做嘅，即係去現有嘅基金公司揾現有嘅基金經理處理現有嘅基金。換言之，佢需要嘅只係簡單基本嘅行政人手。今日金管局一直以嚟已經處理緊外匯基金嘅時候，今日方同學如何同我論證金管局行政人手不足呢？而更加重要係今日方同學同我哋講，去處理基金嘅經驗不足。但係原來外匯基金入邊有債券基金、有股票基金、有房地產。今日方同學唔好單純睇外匯基金就以為外匯基金入邊真係淨係得貨幣，同時都有咁多基金嘅時候，有方同學如何同我論證金管局經驗不足呢？如果金管局經驗不足都能夠令到外匯基金咁多年嚟只係得金融海嘯嗰年蝕錢嘅時候，
經驗不足又有何不妥呢？麻煩有方同學同我論證一下，到底同期金融海嘯其他基金跌咗幾多啦？跟住有方同學第二個邏輯係乜嘢呢？佢同我哋講，如果有一日有反方案呢，今日辯題就唔成立㗎。聽清楚有方同學嘅反方係咩呢？佢同我哋講全自由行。嗱，在座位要諗清楚嘅，全自由行帶嚟嘅只係私人受託人與私人受託人之間嘅競爭。但今日金管局作為公共受託人，帶嚟嘅係公共受託人同私人受託人之間嘅競爭，兩種競爭根本性質上全部唔同嘅時候，到底兩種競爭點解唔可以共存呢？有方成場都冇同我哋解釋過，跟住有方同我哋提出第二個反方案，佢同我哋講有中央電子平台。今日方同好執着㗎，話受託人咧只係得0.09至0.15個百分比嘅啫，但係原來電子化帶嚟嘅都只係0.2個百分比嘅減幅。有方同學同我哋咁執着0.15個百分比好細，但係自己提出過咧只係減得0.2，而更加重要嘅係今日我方唔係承認你淨係得0.15啊。今日方同我哋講0.4個百分比入邊有受託人費用啦，有回贈嘅費用啦，同埋有呢個處理基金嘅費用，但通通呢啲基金，通通呢啲費用都係牽涉到受託人嘅時候，都係可以減嘅時候，點解有方同學可以淨係單抽到0.15個百分比同我方計算呢？而呢個正正解釋咗點解澳洲啲國家行公共受託人之後可以減幅達至0.4個百分比。有方同學從來都冇同我哋睇過外國例子，跟住有方同學第三個邏輯，佢同我哋講呢會帶嚟反效果㗎。咩反效果呢？有方一副同我哋講，假如成立咗公共受託人之後呢，你一減價，私人受託公司都會減價，而減價換嚟係咩呢？係質素下降。有方同學呢個邏輯完全係自己推斷出嚟，點解今日帶嚟咗競爭就等於質素下降呢？今日有方同學義父同我哋講，呢個市場冇減價空間，但係強積金自成立以嚟規模總共大咗500億，但係管理費減幅從來都冇顯著過嘅時候，今日方同學同我哋講一減價啦，就等於質素差咗。到底呢個邏輯合唔合理呢？我哋睇翻外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佢所提供嘅數字，退休保障最完善嘅國家，第一嘅瑞典同第三嘅澳洲，通通都有公共受託人。今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一有公共受託人就等於質素下降，但外國例子全部都唔係咁樣嘅時候，今日方同學有反證辯題。多謝各位。正方三副發言時間為3分07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請反方三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員致意。試麥。各位大家好，嗱咁咧我好失望㗎，因為咧方同學咧連資料都未睇清楚。咁咧我方一副出嚟同大家講啦，原來受託人嘅利潤咧係得0.09%，有可能咧堅持住話係0.4%，但方同學睇清楚啲啦，原來今日嗰0.4%嘅收費咧係包埋成員嘅回贈，仲有保薦人嘅收費。所以方同學你嗰個增加呢個公共受託人嘅作用，可唔可以減到呢啲收費咧？嗱，方同學連你所講嘅需要性其實今日已經唔成立嘅時候咧，有方同學好理所當然㗎。點解？咁佢覺得外國做到，咪等於香港都做到咯。佢由主辯講到三副啦，同我哋不停數外國例子，但係外國做到，代唔代表香港做到呢？今日你話你講個理念咁完美嘅時候，我哋都應該睇翻清楚香港嘅現況，正就係市場細咯。而家我哋見到有足夠15間受託人喺度競爭，見到有減價戰嘅時候，點解有方同學仲要話香港嘅受託人市場冇競爭呢？有方同學今日好理所當然，覺得政府做就一定得，有競爭咧就會減收費，但問題就係今日呢樣嘢可唔可以提高到質素啊嘛？今日你講到成件事咁有效嘅話，咁不如大家不妨諗下，現時應該有好多市場都做緊嘅喎，譬如而家物價高啊，咪叫政府開間公共超市嚟逼惠康百佳減價，電話費貴啊，再開多間公營嘅電信公司咪得咯？你方同學點解冇一間係咁做啊？正就係唔係我方自己講啊，係連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都話，根本公營機構嘅營運效率、營運質素甚至經驗都比唔上各行各業裏面嘅一啲私營機構啊嘛。有方同學連政府自己都擱置咗設立公共受託人嘅方案嘅時候，點解有方同學係都要叉隻腳埋去呢？嗱，有方同學咧，你話開間超市都好啲啊，同樣道理，因為咧今日你起碼收銀員都識收下錢就得啦。但問題咧，有方同學今日真係講到受託人好似好易做咁喎。嗱，今日咧有方同學就話你揾到間基金公司咪得咯，但問題係我方見到嘅就係受託人今日原來係要委託投資經紀啦，要做基金資產估值啦，又要買保險。我想問方同學冇足夠嘅專業知識，如何
何做到有方同學你所講授堂一定嘅質素呢？再講落去啦，原來今日投資經紀咧對客人嘅投資策略好重要喎。譬如你買咗隻混合型基金啦，你幾時買出、幾時買入、幾時調動基金裡面嘅比率咧，全部都係由佢決定。嗱，方同學，今日我哋見到嘅就係、你政府本身唔係一間銀行，本身唔係精通各行各業嘅時候，更加冇同你所講嘅基金公司有任何熟嘅關係嘅時候，佢如何揾到個有質素保證嘅基金公司或者投資經理呢？但係相反啦，有方同學既然今日講到咁易嘅時候，點解我哋見到 AIA 呢間公司佢哋都可能要聘請一啲嘅專業嘅投資顧問嚟幫佢哋嘅團隊去做嘢啦？方同學講到咁易，但我哋見到萬一你揀錯咗投資經紀啦，最後做錯決定，損失嘅係會一大筆嘅累算權嘅時候，有方同學為咗你嗰筆唔知減唔減到0.09個巴仙，或者你所講提高質素嘅收費嘅時候，究竟願唔願意？係咪真係要將市民嘅累算權益擺上呢個賭盤度再賭住呢？咁我今日講到口響㗎，話一定會減到收費，但係問題我哋見到佢冇足夠嘅人才嘅時候，佢用高成本嘅時候，如何有減價空間呢？多謝各位。反方參撥發言時間為3分06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將會進入台下發問嘅環節，先請正方派出一位代表進行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致意。試咪。最評判有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有同學今日全場都強調一點嘅就係、我哋見到市場有幫同學一直都話市場上已經有足夠嘅競爭，所以成立公共授堂係冇幫助㗎。